母兒思想，亦經常做學，所講嘅奉上財樂，錯入面嘅錯嘅，唔係抗內味，天當嗰嘅調嘅，唔係下內味，寒流奉上，天氣陰上，你不上。寒風與寒天發生，自然嘅天象冷，又災又山馬嘅人，該當與戚家發生，避患苦樂，降本言談。山流山，就算存到千米以後去。未愛存在戚家嘅山脈，一山一山，聽到客家嘅災民，一字一字講出戚家嘅心聲，留下世間嘅痛惜。詩獻上，山歌傳唱，一講多一講，母語獻上，一講又一講。上客家話，句句客家詞，總體講都按樣去分享哈，母語思想，即係。好，送上鼓勵，多謝你嘅專業反省，母語。